被 Billboard 排行榜誉为多年来最令人惊艳的拉丁音乐歌手。J Balvin 以热情满满的独特风格，引领第二代雷鬼革命，曾与 Beyoncé、Justin Bieber 等歌手合作，并荣获多项拉丁葛莱美奖肯定。如今，他以狂野时髦的态度，成为 Guess Vibras 独家胶囊系列的灵魂主角。J Balvin 提到，这胶囊系列的灵感源自90年代的迈阿密，围绕 Vibras 的主题展开，充满正能量和热情。J Balvin 更坦言，自己第一次与国际知名品牌 Guess 合作设计，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，相信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，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让顾客开心快乐，沉浸在爱中。J Balvin 成功地推动了拉丁音乐在全世界的影响力，并凭借出色的唱功，迅速揽获了12首排名第1的拉丁单曲，5000多万社群媒体粉丝以及110亿的 YouTube 点阅率。Guess Vibras 胶囊系列受到 J Balvin 榜首专辑 Vibras 的启发，由 J Balvin 亲自操刀打造，包含成衣系列和男女配饰共42件单品，每件作品都融合了他个人风格和大胆的配色理念，让人感染拉丁美洲的热情。品牌合作总监 Nicolai Marciano 表示 ，J Balvin 浑身都充满着活力和正能量，为整个系列营造出热闹的氛围，同时彰显出他在文化和音乐领域的地位。更分享看到 J Balvin 透过 Guess 将自己的基因注入到服装和配色上，成功实现了他的自我转型。对品牌来说也是崭新的尝试。胶囊系列女装以宽松的毛边短版 T 恤、连身衣、平口小可爱、吊带背心，搭配鲜艳红、黄、白、桃红和绿色的运动裤为主打。另有撞色毛边牛仔短裤配以宝蓝、金黄、草绿色背心，营造动感魅力。而男士服装除了撞色牛仔裤，采用红、黄、绿3色扎染艺术的宽松版男士 T 恤，和印有 Vibras 唱片标志的条纹衬衫与拳击短裤，演绎随性休闲的活力。Guess Vibras 系列还推出男女泳装新品，同样色调大胆且鲜明。而配饰系列则新出了12款墨镜和各式短袜，包带部分以配有棋盘格纹图样背带的多重撞色腰包为主。